啦，罢了罢了。禀老爷夫人，公公知道。我的姑母亲上受小者一杯，若故地不是东海，受必乱山。这罢了。儿郎来接过你家表兄表兄，小妹有礼。表妹，女兄只想玩你了。王爷兄来了，快请快请。据闻现在是才高玉凤，1月外现在得中单恋一夫，不知肯赴用否？哈！公瑾不是聪明，我儿不明要在年不面前献丑一番。哪里，这儿来。
想我表妹接着就要出宫，我杀不出山他们这一段姻缘，是我能想我心头之恨呐。沈媒婆，你平时诡计多端，今日怎么连一个计策都想不出吗？呀呀，顾公子啊，你不要怪我不肯出力，像那李秀英乃是天官府的千金小姐呀，这事情要是办得不好，就是要我在哪里担当得起呀？这你怕什么？一切由我担当。老夫人来了。儿啊，你今日嫁到王家，在王家虽是清贫，可也是个势利人家的书香门第，为娘不免要再三叮嘱于你。万事谁？
若令配得名美女，可算得三生姻缘尽相逢啊！我有朝一日功名去，凤冠霞帔情手送。娘子，原来是一封书信。顾文月表兄亲戚，顾文月乃是他的表兄，这封书信怎会落在这里？一字牛尊，文月表兄是命，是有青梅竹马、兄妹情深一缕，有意中秋一礼。深情长记心头，只盼月老千美，恩爱共结发手。那小是非神女年命另配论罪，我才家到王家，岂肯得心忘旧？若说一次聊表心意恩顿，四连情意难丢。三问宋为自己，满月为门续手，李子秀英连声发拜，连声发拜。这难道是真的吗？他们是姑表兄妹，是有青梅竹马。记得那天9月之上，姑女面露不快之色。皇家有这子，若作为凭，好吃也。我知道他是冰清玉洁名美女，谁知他是伤风败俗夏先生。李尚书啊，李尚书，你官为尚书少家教，我望门清的与名声，若令神中之不断，这几次大荣。我
他与他去争吵，这丑事顺阳所门的。倒不是我堂上禀告爹娘笑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夫人啊，李亲家是适合的我家，自己还保举我上京为官。夫人，我去京以后，你与玉玲要好好看待媳妇哦。哎呀，老爷，媳妇大娘有才有貌，老太婆关系还来不及呢。老爷，侬只管放心好在。菩萨进去禀告，有空商量爹娘心。也罢，我产生怒气为苏王，从此修人不
一直手里路三行，他父亲谢贤当面许婚姻，我知道上述还在这家书，谁知他安排巧计害虐灵，怪不得十里红帐2点3把8人千两赔家儿，恰原来他官儿与我把狗疼，是这辈恶毒心机太可恨，快来找我功名成就，领取少女再配婚。经过平彩两小段，不觉得东方发白，天已明。我个媳妇大娘越才越貌，越大越丽，多少个眼位啦！要是来年生个大胖儿子，老太婆是真正的高兴死在啦！哎呀，不过这个小丫头好像是新媳妇房间那个丞相嘛，丞相。丞相，哎，丞相看见老夫人。上座上座，丞相来。丞相，老夫人都要问问侬看了。老夫人，你要问我什么？丞相，那小姐对姑爷好不好啦？小姐的姑爷嘛，当然是好的啦。好个，跟那姑爷对小姐呢？姑爷，姑爷对小姐嘛，小丫头，阴阳怪气、吞吞吐吐的，到底好不好啦？啊？老夫人，不是我丞相拨弄是非，姑爷对小姐可说不上好。说不上好。是啊，自从成婚以来，姑爷他还没有上过男人。啊，丞相，可听侬讲他起来伊拉小两夫妻还没同过房咯？嗯。哎呀，爱玲啊爱玲啊，侬真来了昏对了侬。丞相，那侬帮我去叫伊出来。老夫人，书房里我不去。那为啥不去啦？老夫人，你不知道，方才我到书房里去听姑爷商量，我还没有说几句话，他就骂起来了。要是我再去听他，说不定他还要打我呢。啊，还要打侬啊？嗯。小畜生都变得介凶残啊！丞相，跟侬上来服侍小姐去啊。啊。哎，老太婆自家去叫。
姐，你好不懂事，怎么能去惊动婆婆你？小姐，我也他不肯上路，你连夜不在，如今受得起。陈姐，你先去睡吧。小姐不在，我也不在，我要陪伴小姐。陈姐，小姐，老夫人同姑爷上楼来了。去！快进我先哇，起来！本人，哎呀，读书，读会那个读，去玩个礼啊！好笑啊！阿玲是个书呆子，不懂道理的。看了婆婆脸上不要生气啊！根本还不要我去的。是我送婆婆。不要送！哎呀，阿玲，侬做啥啦？孩儿想送母亲。非要侬送？去！侬帮我手动。哎呀，这一下，来。小畜生比我跑得还快，不错，让我关这个门。母亲，你关门可不能上锁啊！叫我关门不要上锁，哎，侬多是提醒之我啦。家有怨妻，父少妇，小子言生积得多。
人请用茶。说心，小两夫妻多和睦在，哥们老太婆啊好放心在。母亲，阿玲啊，阿玲。我跟艾琳到底年纪轻啊，看见娘还怕难为情来了，真是个。孩儿不去，不去？为啥不去啦？这没有孙子不去。哦，丞相，把王宗生相孙去哪里？孙子来在，孙子来在，那孙子拿去。孙子虽好，可惜骨子太轻。这个我操啥？刚好一把孙子差得发毛粉噻。啊，侬这个我操啥啊？侬不去算了，我会叫媳妇大娘一个人回去的。哎，媳妇大娘，阿玲不去，侬一个人回去好在啊。婆婆，官人不去，那媳妇我也不去了。哎呀，媳妇大娘，离家只有侬一个人，没有为民不回去，害得那娘要不放心的。还不如只能足管回去好在，娘家屋里想等一个半年回来啊。辰光不早，快点动身。婆婆啊，待媳妇先行一封回禀母亲。该是这
去。哎呀，何媳妇，还不阻止了这回风水我在丞相叫王府北叫去。3分钟为自己，莫若为门是守。对了，这先生竟在伪作娘家，分明是与顾朋友有约在先。这启禀老夫人，叫四辈的请少夫人上轿。这下岂不是得其所在？倒便宜了这个先生。回来了，我儿回来了。丞相，夫人跟人不许多言，小姐。罢了，啊，儿啊，为何不见玉玲言西动来？母亲，官人他与同窗好友慰问去了，故而他没有来。官人让我在母亲面前代慰问恩告罪。这也难怪，儿啊，一日不见，你瘦得多了啊！今日我儿回来，为娘十分高兴，快些为娘进去吧。表少爷，哎，李欣，小姐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姑爷呢？有事没有来？哦，小姐在什么地方？在后厅与夫人叙谈。好，去吧。是。儿啊。莫不是你老婆婆快待你，我儿也要能忍耐。母亲，婆婆对女儿是好的，莫不是你夫妻少娘也应该要生才来。母亲，那官人待我也不错。
丞相，小姐家到王家，老夫人的小姐可好？夫人，老夫人在人很好。那姑爷你，姑爷他，也不既然是说，你小姐面容为何这样的小süß？向小姐初到王家，饮食不惯，起居不便的缘故。哦，为了饮食不惯，起居不便嘛。母亲，儿郎，你此番回来，在娘身边多做几事，又为娘照顾，好好养息身体。哦，丞相，你到前厅吩咐开席去吧。是夫人。故意差人前来求见小姐。公子命小人送来书信一封，请少夫人亲自查阅。儿郎，想你刚到娘家，言虽这不是有书信来了？母亲，有女儿插手。言些书信到来为了何事？母亲，官人来信逼逼，请伯伯年老，夫人侍奉。官人多说要我做伴，故而叫女儿随家回去。哎，儿郎，你今日回来，多在几月，少在半月，哪有谁叫回去之理？哦，得为娘写信一封，叫言希也来同志就是了。母亲，母亲，既是官人他有书信到来，想必家中定有要事。父亲，今日放女儿回去，今日再来是望娘亲。儿郎，你家到王家只有一月，难道只有你婆家，没有我娘家了吗？娘，并非女儿不孝人，独只为官人在家将我等
母亲是送儿到王门。母亲，你今日放儿回家去，我改日再来帮娘亲。哪有女儿满月回家懂得委屈的道理？要是被乡邻知道了，不算你女儿的不孝，要怪为娘的不好啊！为娘只留你子一孝，明日我一早送儿回家门。母亲，母亲，你既然要放女儿回去，又何必再要留女儿子所一孝呢？此次说来，为娘连留你一孝都留你不知。母亲，女儿今日不为，只恐夫妻受。哦，留你一孝，谁要害你夫妻受？不，此次说来，你一定要回去。堂上为娘今日病死在床上，母亲，难道你也要委屈不成？母亲，
还要怪你娘亲少教养，娘啊娘，你今日反而为家去到来人，我双双对对来把亲娘。非是为娘不肯放你回去，你可知道是从你家到王家，把为娘想得好苦啊！娘，为娘养儿三八岁，母女相伴不离分。自从我儿参加儿，娘在家中冷清清，好容易呀盼得我儿望月归，谁知你养育之恩忘关人，我留你一笑都留不住啊！叫娘痛心不痛心，娘啊，你今日反而回家去，我实在来报娘恩。为娘死了半天，你还是要回去。我丞相，当家，小姐，我们不要回去吧。大家也怕你要回去，任命你回去，偏是为娘当初不慎，母亲，当初不养你，你就回去吧。母亲，这都是女儿的不孝，母亲请上。
我要他原家而去，原家而回。如今看来是得其所在，不回来了。那我就写下休书一封，把他休了。启禀老夫人，少夫人回来了。啊？他怎么今朝回来了？母亲，媳妇头娘回来在上楼去，孩儿不去。我畜生！主娘叫侬和媳妇一同回去，侬又不去，一回去再侬又下心叫伊回来，伊回来再侬又不肯上楼，侬到底为啥？侬讲，孩儿读书要紧。读书，道理不懂，还读啥个书？去，娘陪侬上楼，到媳妇面前去摆个道理。孩儿不去。啊，侬个小畜生，我里与侬做主还是与我做主？侬到底去不去？母亲，去，母亲。母亲她既从情绪不明白，她定要拉我上楼来。今日她为着娘家去，她儿人是有牙在先私行为。我以为她定在娘家住一宿，我就可以一封休书将她推。谁知她原家去又原家回，倒是我留难留来推难推。简生啊，简生，像你这样不怨不得下贱女，有面目到王家来，我今夜再人来听坐等天明下楼台。从此望我们夫妻从此可梦。
谁知他怒气冲冲，是手，他是玻璃佛彩，白布薄命不白受委屈，可怜我有满腹的委屈向谁诉？荒废了步步一眼心，看起来竟是父亲难。耳听得叫人打三更，夜一声，那声音见那冤家，他身上的衣衫都斑驳，他今夜起飞要受冷，我啥时叫他去还情？那冤家是定不结好意，他反见要是他受了风，成了病，叫秀英是难。
人吓得我不管，取情深恨。像秀英平里陪错他，他为何见我将眼中钉？像他这种后心怀，还有什么夫妻的情？我不愿嫁是本罪。想离你走到平无过错，谁知道这冤家，他无缘无故竟将我当作真人。想今日乃是我满月之际，你该回转娘家母女团聚。这冤家他不知道按下了什么心计，他要我冤家而去，冤家而回，害得我母女痛苦而离。冤家呀冤家，世界上哪有你这样不通情理呀！我爹娘爱我是珍宝，这冤家他当我路边草。他既这样对待我，我认命这冤家他懂一想。我还是将衣裳藏龙虾。
寻啊将我出家之时，我母亲她再三地教导，到了王家要小人公婆，进入丈夫。想今天气寒冷，我实不与他给你，倘被旁人知道，要骂我秀英离你不走，还要怪我父母养你不教。爹娘啊，爹娘，你叫女儿是哦是好呀。南京南推我李秀英，今夜叫我是好啊娘啊娘啊，怎记得那是弟弟做大人，母亲你上楼细心报，说道是已将女儿终身许，是郎才女貌皆乱教。十月令这也好，他那也好，十月令貌也好，他才也高。我是口不应声，新婚小谈，指望同房花烛早日呀到，谁知道进了王家是颠倒，我夫妻是受尽年少，四出娘胎18载，这样的苦楚我是受不了。啊天哪，还是我的娘错配婚，还是我秀英命不好。我儿听着叫了当司机，皆愿将他问声尊斗他生还人啊。
醒来，醒来，醒来！官人，我来问你，这件衣衫是你替我给着的？是啊，是我给的。给得好，上来有啊！官人，先生啊先生，你把女人衣裳给在我的身上，要想害我一世功名不得成就，你好狠的心肠！快去把解药抹啊！快进把抹！哎呀，小畜生！我女儿许配于你，难道你一生要我还怕我受当不起吗？哼！我先问你，我女儿嫁到你家与我过错，你尽管当旁，你要还我一个道理。要还道理，问这件人事情。你尽管当着我面骂他，当都当得，骂又何妨？有我在此两你也不管，那我就上母亲。小燕儿啊，你问得我为娘好苦。自从你嫁到王家，受月令四处凌辱，今日为娘亲眼看见，真不叫为娘痛心为。儿啦，你快些为娘委屈了吧。母亲，娘啊！要是女儿随娘委屈，倘被旁人知道，叫女儿也是恶做人。今算是此，得为娘修书一封，叫你弟弟回来，定要与这畜生并离。母亲，弟弟好好在京为官，你千万不能惊动于他。是啊，为娘是有道理，丞相，你要好好我是小姐。请我来备轿。哎呀呀呀呀呀！看样子我这位人家要擦太醉了。左右与我将军三上言。
神父，他知道早为三生来相见，我只为三生难团圆。我居民身上连夜出京，马不停蹄左右。切莫听啊嘞，为家传下官闻得夫人生于重病，我连夜归位。臣你见了下官，却要怒气冲冲，恰是为何？当初都是你配下了这门人的亲事，自从女儿嫁到王家，白月令未必的生不相生，鬼不相归，你还不快到王家与我去领事回来？此话是真的，我难道还为娘饶不成？我女儿被王月令4次领受，我难道罢了不成？李信在与我打讨王府。是。亲家公，您来了。拜见伯父。口称伯母，你是何人？王月令。王月令。这位当初我爱你才貌，才将女儿许配于你，有哪一点太快了你？难道连一声勇你都叫不得吗？不叫，就怕当不起这个称呼。畜生！你将女儿无故领受，使劲带个口出狂言，他到底与何过错？你需要还我个道理。要还道理不难，你先带女为妇。带女为妻？哼！我待她为妻，难道为养她不顾老吗？满是指养她不老，就是把她另许豪门，我王月令绝无异议。小姐，你与我写书书过来，带我来写。慢慢走。这娘不开口，侬滚！自家想我女儿乃是名门之女，岂用你要去就去，要退就退？使劲你还清道理便罢，要是还不清道理，我岂肯饶你？好，你去看来。文有表兄，秀英，过来。
敢做出这样伤风爬说之事，我今天永离不得。慢点，陈家公，我为官之身，阿懂得三从四德，欺而不孝，谁家从无才家从父看雨来，侬帮我说说。那，媳妇大娘家到王家，有规有矩，有道有理，随顺有啥个事情做做，娶着王家，霸着王家，令侬不着当，令侬不着杀。弟弟啊！女儿自从嫁到王家，设定王玉玲是此的灵寿，指望弟弟回来，与女儿生缘结成。谁知道弟弟开口人马，举剑就杀。弟弟，女儿到底有何事做错？你总该说个明白。女儿就是死，也要死得个面目。你去，快来！媳妇啊，这是啥东西啊？哎呀，婆婆，这是一封情书。情书？媳妇大娘，侬还有得下过啊？婆婆，媳妇怎会做出这种无耻之事？根本那个弄得清楚呢？老夫人，真是讲可以带过笔记。哎，好歹比这个，丞相，侬快点来指笔引我过来啊！好歹比这个哦，好歹比这个，老天菩萨保佑情书笔记这个发动。老太婆看到不动的，亲家公，侬看动不动？哼，我看笔记不动，你上谁家的圈套了呢？情书是假，难道是冰玉尊因为假的不成？冰玉尊，丞相，小姐，丞相，大胆献笔，难道是你才存进阴险？哎呀，老爷，不是定有还王冤枉。丞相，侬仔细想想看，小家东西是侬管的，但指望大，怨我只管供上去。老夫人，小姐出宫那天，是我与沈美部替小姐梳妆的，那只有早已我明明放在床帘里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落在姑爷手里。哎呀，爱玲啊，侬个侄女昨晚从啥地方来的？那天花烛之夜，孩儿是从房门口拾得的。花烛之夜从房门口拾得来。花烛之夜门是我关的，只有丞相、沈马部三个人，我不看见，这倒是奇怪着呀。李信，与我立正，沈马部来问话。是。沈美部，你可承认这只要转动这封书信吗？小人不知情，不知情。我问你承认不承认？不问你知情不知情？啊，这次并不转，我承认是你家小姐的这封情书，我不知情。
不认识，不认识。好一个大胆的沈眉目，一封平常的书信，你手一接就知道它是一封情书，你还管谁不知情吗？小生实在不知情，实在不知情。早是不早。哎呀，冤枉，冤枉！你是孤身不走？我走。哎呀，这都是顾文月公子出的主意呀！只因他看中你家小姐，就请不忍外人在心，要我偷得你家小姐的笔玉簪。他写情书一封，叫我连同玉簪丢在兴亡之中，又一让王公子身上，好擦杀这段姻缘。老爷，这一切与小夫人无关，求大老爷饶命，饶命！岳父，为我将你许配王家，想不到秀玉令失此灵送，为我继父又冤屈了你，真不叫为母痛有婴儿啊，你万是再为我委屈了吧。母亲，母亲，从前个辰光，主娘王门路侬不讲，四门路侬不想。哦，今朝一位人家弄得七点八到，弄到来讨鸟家，来不及在。我好悔呀！好悔，侬又得悔了，娘我回报该一封情书，家当真，敲伤我心里受刑。我回报该当初不听娘教训，几次破门我不赦免。我月令空读生言书，今做了父亲不疑人。娘啊，虽因啥有长虎对啊，你叫孩儿真做神。外望娘亲来做主，从今儿娘的言语句句听。哦，侬从今朝起听娘的话在啊，好过站起来。多谢母亲。二人啊，今年是大比之年，侬上京赶考去，要是有个功名证书，岳父母跟前啊，好有个交代；媳妇跟前办个道理，夫妻还可以和睦。娘叫侬上京考去，侬去不去？是孩儿遵命。去么好过，快点进去整顿营装。是。
母亲，啊，娘子病重，盼望母亲多多照顾。我玉树用不着侬操心的。多谢母亲。夫人啊，传奇休要将我怨，且听岳林来相劝。当初是奸臣设计陷害你，如今是水落沙场一命啊冤。那眉部下药vẫn有事，我是真心悔过所先前。啊，夫人啊，过去之事休在地，请夫人快去问告济红光。你不要多言多语多相劝，害得我们都是多想多心酸。怪爹娘错先错许错配人，配了你这个不情不义不心寒。你不该不生不想不离，猜你为什么满手满心满肉来钻？我做婢受苦受难受到今，害得我是哭爹哭娘哭伤肝。既然你是大富大贵的大状元，你就该娶一个美貌是美转娟。当初要是没有我家小姐替你盖上那件女生的衣裳，我看你呀也中不了这个状元。跪下来，这人啊，起来，多谢岳父。秀英儿啦，你莫见贤妻，莫见冤，且听为父言相劝。岳林高中以为心，烈里给陈岁王恩西风光。弟弟呀，那日庭前把婚台，气得弟弟肝肠断，
此情此情在一天地里，还为替他来送凤冠。岳母，岳母，你且起来。多谢岳母。你站在一边。是。难为他今日认错为新做儿啊！你快些凤冠把呀备穿。母亲娘啊，死而不孝，为母啊命啊娘啊娘，难道你嫌烦之事多忘怀？他尽管在娘亲面前要将儿当，他尽管岳母不叫把母还。他是个大丈夫儿不愿，管他长远不长远。弟弟，小畜生，在家不听娘教训，引得媳妇受屈冤，为父不管家中事，要劝求你娘去劝。母亲，娘子不肯接受凤冠，还请母亲再去相劝。阿玲啊，媳妇大娘爷娘的闲话我不肯听，阿婆闲话也不会听在，做娘福气倒霉。母亲，你去相劝，娘子一定会听的。福气倒霉，当真的不去？福气么是讲福气。也罢，母亲不肯去相劝，我纵上愿也枉然，就算一生空家堂。两个要做啥啦？我只愿归依三宝齐家园。哎呀，我急。路上做不得个，我去倒倒霉看。多谢母亲。嘿嘿嘿嘿嘿哈哈哈！媳妇大娘，我个新官宝贝啊！娘子，母亲的话你可要听啊！根本侬自家来送。叫上媳妇，我啊该肉，新官肉，哎呀宝贝肉，阿玲是我个手心肉，媳妇大娘侬是我个手背肉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老太婆啥不得那
两块肉。媳妇啊，侬心宽宽起呼啊呼，见得媳妇来听音步步。阿玲从前太快侬，难为已今朝，太太是来认错。侬可以回到西，哎呀回到东。辛苦的回的是红啊呼，媳妇侬三番百里，已是状元犯主要去和尚做，这种就叫严师傅啊！侬颜良媳妇就有好结拉姑，听众婆婆接凤冠。高明夫人与侬做啊，婆婆啊，你是媳妇终身啊母，婆婆的恩德命比呀夫，夫妻不世间有唯有我是不明不怕受折磨，我不愿与他夫妻哦。只好我问你老婆啊婆，媳妇侬是颜良方正的一拉姑，不一度来没两一度，千处万处是205处，步步对侬总犯错。媳妇啥饭肯夫妻饿，我养什么儿子还做什么婆？媳妇啊，侬买个人情结婆婆，夫妻中欢尽散。婆婆啊，我不愿与他夫妻哦，我情愿地坐担堂风风一情愿地坐担堂来逢爱公啊婆，真是我眼为个好心啦妇，足以为难难生我啊。阿玲啊，侬啥要夫妻和睦嘛？是非侬状元贵的气人啊错！哎呀，母亲，孩儿乃是天子门生，万岁女必钦佩的辛苦状元，我怎能去向娘子下跪呀？上个天子门生了辛苦状元，老婆都要忍不着的。切，这，哎呀，母亲，这是使不得的。气呀！今日之事既往不咎，只要你们夫妻有谋，把修结牢，也就死了。这凤冠呀呗，儿参天。